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讲495客家实验化语文研究。一个宗旨包括是高树乡、太鲁关、恩公庙以及一个番内寮，一个从事番内寮利用嘅恩公庙一段事情。用客家话课文用一字一语来对照录音，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个了解哈。同时，大家强化的研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所讲出来的语言与写出来的话语都会冇相同。为了提升国泰客家语文的功力，以程度、角度、法度将这两段的故事讲给大家，就课文一字一语，托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头话讲高树太鲁关恩公庙的课文一字一语对照录音，第42篇，在台湾清朝时期，番内寮的庄，番内寮就是今本日从志向的繁华、花场、繁荣以及繁荣村，嘅迄个在个好多人时常以掠对客家人发生大的拗口，最严重的一次族群冲突开始在拖江清朝拖江12年。也对1832年，呢壮兵事件，番内寮后来建立番内寮义勇恩公庙，以及是自然保护当地来身亡来过身死去的外地人。根据番内寮的状志所写，记载也个庙的碑文。个大本事件结束以后，本庄的庄民差不多与太鲁关等客家总结下为不计嘅数现，所以咸丰3年呢，包围太鲁关事件中番内寮庄民更加参与在一个太鲁关事件。讲到番内寮义勇恩公庙，系番内寮从至番内寮民众的精神象征。在咸丰3年，153年，当时太鲁关就是根本一个高树光复村同江新村因为发生冲害，强盗土匪打劫，必须从土沿行到上庄，也叫米农高树以及下庄那附的温暖一带来卖羊4天的羊往下庄的太鲁关人。如果过浪浪就会根本一个杨浦乡过浪村，是许多强盗土匪打劫。由于这位儿子什么会南方来记录，伊就引起了太鲁关集中攻打过浪浪，事情扩大以后。在农历9月22日，过浪浪人以番内寮为陈勤为首，游说各庄的庄人包围太鲁关。太鲁关同火罗客就引起了大战，本包围到第4日。太鲁关派杨快生偷也到米农求援，
后来让超多温暖报告来急救。当时闽南人正在冒寒于农事，经济一个保地以后，就即使以刘三万两位为首，同江里的刘金祥带头的温暖人联手前往太鲁关。农业9月28日出事，就是暗部头2点，由林金祥指挥嘅陆队的队员半夜攻打也嘅反了，攻打铁阳，为天光时节，援军都2点钟攻打太鲁关北方的加纳浦嘅一个庄头，被包围的太鲁关人也打开侧门，内外合攻，终于解救太鲁关。这次战争，闽南温暖人自然嘅队伍个死呛呛，以刘三万人以及一个驻阿六为数共有28个人，全部在太鲁关嘅民战之中，再加上5个人，太鲁关有5个人，一共33个人。100日战争就死亡了33个人。事后，太鲁关民众建庙来纪念，由太鲁关庄钟阿定嘅阿公为建庙嘅主事，原先建议江新村、江新潭后摆，后来因为风水问题，于民国38年1949年，迁徙到亚下嘅余家，并于1998年改建完成成亚下嘅太鲁关。再讲有一个台史记者陈文林，有一团的报道提供我大家了解。太鲁关恩公祠感恩义勇军救藏嘅恩情的乐团，在清朝咸丰3年，屏东县郭树乡太鲁关庄受到70名河洛庄嘅包围攻打，经过4个日夜嘅坚持，能由闽南以温暖等替谈到一个消息，来到义勇军的戒备，期间不幸有33位义勇军身亡。太鲁关庄民为了感恩日恩德，特别建恩公庙供奉建立，并于每年农历9月28日举办恩公祭祀祭典，两村的3000里表达追思心怀感恩的太鲁关庄民，肃纳清香，向33位杀鸡救人的英灵虔诚祭拜，因为一旦内心抵达，无义勇军的壮烈牺牲，太鲁关难逃灭亡之灾所以，陈记者陈武林先生又访问了太鲁关民众，中午时讲
从前来救俺们总理的人啊，对这个太河吧，到加拿大就本人杀死，暗中杀死，全部杀死。一个江县村长吴桂田有提讲，那係冇人工沒有來救，可能我哋現在體育館就冇體育館咧，滅狀啊！再講到江縣村村長吳桂田先生表示，今年這就是在今年的人工指點關於文化指點的形式，擴大來期盼，希望以彰顯六隊忠義團結的精神，使人工指點成為六隊忠勇公文化之嘅一環。一個在2015年12月10日呢，有在訪問江縣村村長吳桂田先生有講起，希望下次我們人工美味指點可以列入我們客家六隊文化嘅文化之夜指點，體育館3個班。以情景的演出當日啦，呈現客家先民出台開墾的情況是樣嘅，貢獻國手，小朋友就以優美嘅神態表現優美嘅客家歌舞，而在2015年人工指點中除了傳統指點以外，也融合當地嘅語文表現。希望目前呢，香火永久繼續下去，人工典範永久長順行起來。一個就是2015年12月10日，台灣客家電視記者陳文林先生所採訪嘅報道。好，下一個呢，我哋來講華內寮人工美味嚴格，一個清朝土光14年，也都係134年，有歷史用石路廖烏頭等流民家家翻清復明義勇軍嘅名嘅，十種組合起行嘅啦，一來多處火燒搶劫，阿後완蛋，阿里講電梯都數到也特殊嘅搶劫，明年農曆12月13，前日翻嚟了莊面引起建築公司奮勇來抵抗嘅條事情，並派人向外求援。當時有府上北門的18名好漢，在村莊都裏幫忙做工，記得一個消息。基於和尚嘅精神，也全力協助抵抗，並願意做前鋒，就在莊頭東北方，也下翻嚟了發通中心前，建築公司同瞭望台來抗議，由於敵人非常的多，雖然有18位好漢全力來打敗來拼，最後因為手不鐵
一个铁人个暗道，全部死光光。18个人有一个人为眼珠还黑嘅人啊，想打斗唔得，无法比从天意来的打斗，就登上瞭望台打鼓来出声。3弟也其他17个人已經被莊中犧牲起來死嘅，天人聽到後登上瞭望台，將伊來刺死，並斬滅頭顱。但是伊也正義定然，非常有正義感。雖然身體也氣得了，身上還見刻印鼓槌，按到天人想將伊推倒往下去，煞無法度推倒，所以大家看到一個情形，太強就逃走了。也是路邊一笏，土人軍等莊民援軍到位，敵軍見無法來攻打，就退走。莊中終於得救平安，莊民尋到18名，18位義士嘅屍體，尚無法移動瞭望台上嘅屍體，於是點香來祈請講，壯士等18個人為我莊來殺生，恩情沉重，難以回報。我莊頭願意迷糊寫一個男丁，6名為兒子，並起草妙意來侍奉，使壯士大家還在香火不斷。安尼，屍體能放下來，能大片放下來。反正了義勇恩公廟，內府在現今繁華國小，學校嘅西片前，倆就是犯了18義勇恩公廟。在民國84年，因為透露將愛拓寬，就以限制重建大廟，並於民國85年1月14日完工。本莊男性結婚時，除了拜祖以外，必定要前來祭拜感恩，彌陀也紀念，也就是農曆12月初3，家家戶戶準備有生人來祭拜，並請戲班呢來恩賜報答，可見莊民對爺嘅尊敬是樣板。同時又提出一個詩寫在篇bài香港啊，雲山喜蒼蒼，天路喜茫茫，神靈歸來喜，從有我鄉，壯士義行喜，萬古流芳。樂團就是翻了嘅時節，前段係太魯閣嘅時節，所以我哋記得有一個記錄之中，記得講啊，太魯閣同翻了之間嘅關係嚇，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用心來了解樂團歷史。即係講到嘅附帶嘅一個我哋嘅聯吟詩啊，語咩啊，體育上嘅呢，只有3則詩嘅，也就係一個兩個我爺爺爺
按各位嘅副词、助词，大家看一下，吼。也先生讲啊，六家，伊咧两个啥物事？嘅六家，有一个拍拍嘅、风风嘅，相同嘅得吼。按二嘅嗌嘅阿公嘅，安尼。天以上嘅呢，白父母白父天下九棵树的道理，冇一個會作是天以上嘅，也用在世在世，一個我哋南普呢用天了，就是講啊，做副詞用這個風風嘅、有嘅、拍拍嘅，了呢就嘆後嘅，看呢、談嘅、說嘅，天上上嘅呢。是了事，也就副詞用好嘅，天氣上嘅呢，有一隻是看呢得嘛，是來得嘛，一隻得是有為了人們的改變天氣上，一個天氣上又係有一隻是在世，就是名詞，頭前是名詞，也冇出講啊，動詞。動詞嘛，可能都說轉轉呢、咪咪嘅、溜溜嘅，一個語言所以以上一個附帶嘅資料，希望各位學生大家共下來研究一個連音詞讀起來，客家嘅話語能有真實、有傳統、有一個深入嘅入面素材，以上感謝大家，承蒙大家，謝謝，再見。承蒙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